係話你哋中意拍就拍嘅先得。下呢位老闆都幾惡嘅喎。我拍嘢係我哋私人嘅嘢你開出去，不如拍唔關我事。唔好食啦，我哋走啦，不如。回下條片先啊！你行開啲啦，你。拱我，你唔好拱我，你唔好鬥我，唔好鬥我。影住影住。哇！你咁樣就翻。喂，而家食完嘢，我俾埋錢你唔俾人走啊？有冇搞錯啊？會撐九記嘅老闆啦，還是呢位網紅啊？咁呢幾日咧鬧到滿城風雨，就係香港有間食肆叫九記啊，有位香港網紅啦，去呢間牛腩麵店食嘢啦。期間佢純粹係拍攝食物同埋佢自己個樣，開頭都幾開心㗎，仲讚呢間店鋪嘅嘢好食。但係拍下咧，個老闆就行埋嚟話唔俾拍啦。咁佢話：哇嚇，我拍食物都唔得咩？我拍自己嘅喎。個老闆就話：你未經我哋同意係唔可以喺度拍嘢㗎。最後佢加一套戲啦，佢又冇話特登去騷擾其他顧客，又冇話去拍呢間店鋪老闆個樣，咁都唔俾。咁佢就一套戲啦，埋單走人。哇嚇！呢間店鋪嘅店員真係好囂張啊，唔俾佢走啊，俾咗錢都唔可以走，有冇搞錯啊？多內地嘅粉絲都同我講啊，話九記真係影衰香港嘅飲食業啊！相關視頻出咗之後，就有網民咁樣回應啊：九記請大家避雷，感謝播主，這也太霸道了！香港九記啊，我知道10幾年前食過啊，那時候看我們是觀光客，原價還加價賣，從此對香港印象極差。第一次去香港被人鬧就在九記，就係因為沒看到告示，不接受大額紙幣，埋單的時候被人鬧了一頓啦。但係我見到好多網上嘅留言咧，唔知點解係撐九記嘅老闆嘅喎，就話你入到去人家嘅店鋪裏面，係咪應該問下人先可以拍攝啊？呢位網民就話：店鋪屬私人地方，店主有權拒絕任何不允許嘅行為啊，無需任何理由，請大家給予尊重及自重啊！呢啲拍攝其實我經常都會做啦，只要純粹拍食物、拍自己個樣，唔好騷擾到其他嘅顧客，其實我覺得係 OK 㗎。我相信大部分香港食肆嘅服務態度都係友善嘅，對於內地嘅朋友都係非常之有禮貌嘅，所以真係唔好俾呢間食肆影響咗我哋香港人有禮貌嘅形象咯。內地嘅朋友嚟香港玩，你會選擇咩食肆啊？你會否好奇去幫襯下呢間食肆，體驗下佢哋嘅服務態度啊？留言區同我分享下你對今次事件嘅睇法啦！